現時香港實行駕駛違例扣分制，目的係要阻嚇經常違反交通規例嘅人士，以及提高駕駛水準，以減少意外。喺現行嘅制度之下，駕駛者喺2年內被扣滿10分或者以上，就必須要修習駕駛改進課程。如果喺2年內被扣滿15分或者以上，可能會被取消駕駛資格。睇返80年代初，有部分嘅職業司機對扣分制表示反對。回顧當年嘅報導啊，憲報咧就公布咗16項違例扣分嘅事項㗎，咁其中有4項咧就係扣10分，有5項咧係扣5分，6項咧係扣3分嘅。而家同大家詳細啲睇一睇。扣10分嘅呢就包括非法賽車、不顧後果魯莽駕駛、酒後或者服食藥物之後駕駛等等。扣5分嘅呢就包括超速行車、不小心駕駛、發生意外後冇提供消息等等。至於扣3分嘅呢，就包括唔讓路俾緊急嘅車輛、雙白線爬頭、斑馬線唔停車等等嘅。咁嗱，交通違例扣分法案呢，反對得最激烈嘅就係嗰啲職業司機。咁我哋而家睇睇職業司機嗰方面嘅意見係點樣嘅先。呢啲咧對於我哋揾食嘅司機嚟講咧就係好唔合理㗎。點解咧？事關呢啲話都冇咁易，又話不依照即係交通警員嘅指示，有時嘅好難講㗎呢啲嘢係嘛？嗱，職業司機多數咧都係反對扣分制度。好奇怪，私家車嘅駕駛人咧，直到而家都好少表示過任何意見。所以呢，我哋今日就去訪問過啲私家車嘅駕駛人。好多時咧冇車嘅時候咧，你就少不免開快啲嘅啦嘛。你一啲路牌唔清楚，30米車咁嚟講咧，你好容易超過噶嘛。前邊冇車就我認為都非常之有效嘅，就對嗰啲比較唔負責任嘅駕駛人嚟講咧，就有一定嘅阻嚇作用。香港汽車會發言人對我哋記者講，汽車會係贊成呢個扣分制嘅，因為有警惕作用。尤其是香港交通意外多啊，需要有嚴厲嘅交通法例。而且嘅世界上其他地方呢，亦已經早有呢個扣分制度，收效證實係好嘅。佢仲話，雖然職業司機揸車嘅時候比較私家車駕駛人係多咗，但係如果佢哋小心啲揸車，扣分制對職業司機呢唔會有太大嘅影響。其實呢一類扣分制外國早已經有嘅，就以日本為例啦嚇。揸車如果係用高燈去照住其他嘅駕駛人士，係會被扣1至到7分。咁打手勢唔正確呢，或者係嗰啲燈號冇打到呢，亦都係要扣分嘅，甚至連唔讓路俾巴士呢都會被扣分添。英國方面呢，如果車胎有毛病呢，就扣3分啦。小路出大路唔停車呢，亦都會扣3分。仲有連電單車乘客坐嘅姿勢唔正確呢，亦都會扣分嘅。咁扣嚟扣去都幾犀利。咁啊真係，所以呢，即係亦都難怪有好多人即係特別係職業司機咧，對於呢一方面嘅法例係咁關注嚇。